你一生之中最重要嘅選擇之一，就係喺自己萬一不幸過早離世嘅時候，點樣保障你至親將來嘅經濟狀況，並且喺同時照顧自己嘅將來，特別係萬一自己不幸患上為經濟帶嚟重大負擔嘅重病。我哋都有自己嘅財務目標，困難之處正係點樣可以達到呢啲目標呢？究竟要點樣作出最適合家人同預算嘅選擇呢？畢竟我哋擁有嘅金錢係有限嘅。美國人壽保險公司深信你家人嘅經濟保障並唔應該建立於孤注一擲之上。呢個就係美國人壽開發萬用全家保嘅原因。佢係一個現代化而收費合理嘅保險，能夠俾你以不同嘅嶄新方式使用你嘅人壽保險。萬用全家保可以幫助你嘅至親喺你不幸過早離世嘅時候免受經濟打擊，同萬一你患上重病、長期疾病同絕症所帶嚟嘅重大影響。美國人壽嘅萬用全家保，等你喺心臟病發、得到癌症、中風或者患上其他保單上邊包括嘅疾病嘅時候，亦都就係尚在人世嘅時候使用你嘅人壽保險。呢個正係萬用全家保嘅特別之處。佢哋俾你喺在生嘅時候都可以享受人壽保險嘅收益，唔再係只限於離世之後先俾你嘅家人得到賠償。如果你患上符合條件嘅疾病，你可以提前得到你嘅壽險補償，幫助減輕疾病帶嚟嘅經濟壓力。典型嘅人壽保險唔能夠直接幫助投保人，佢只能夠幫助遺留在世嘅人。萬用全家保就係唔一樣，佢真係一份喺離世前就能夠享受嘅人壽保險。購買美國人壽嘅萬用全家保，就係你嘅財富、你嘅保險、你嘅選擇。